迎收看第1集的野球名人房，我是林奕文。棒球场上呢有许多精彩的投打对决，当然有很多有趣的状况跟传说，所以呢，想要知道或是更了解这些呢，就要锁定我们的野球名人房喽。那刚刚讲到传说，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有林总出来爬”这句名言，所以我们要欢迎人称内野魔术师东哥黄宗义。各位朋友，大家好，先拜个晚年，拜年，新年恭喜，恭喜恭喜，东哥好。我是东哥黄宗义，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啊，要不然这个问题会争议比较多。但内野魔术师这个称号是球迷朋友给我的一个称号，谢谢他们。你说三冠王，那曾经在2000年那个球季有拿下这个个人的3个奖项的一个应该说个人奖项啊，但它是一个另类的三冠王。那一年我拿下这个打击王、打点跟安打王。那正规的三冠王的话，大概就是全垒打王。那一年并没有抢下全垒打王，所以说应该说另类的三冠王才对。所以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东哥因为刚好像还没有讲到三冠王啊，我是要之后才要介绍你三冠王出来，你就先破梗呢。哦，对，也是另类的三冠王。无论如何，就是3项都是顶尖的。东哥，我们好久不见，现在中午又可以再当同事了，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近况吗？你在做什么？我没有做什么，那就是在去年的球季结束之後，大概这段时间所关注的地方还是一直等待今年的球季的来临啊。那是希望说也是关心国内的一些棒球的一些动态，再来就是看日职这边啦，美职这边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讯息哦，那稍微去关心一下。那这一段比较长的一个空窗期就大概就没事，那就大概就是关心一下我们目前这个疫情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应不待机啦，也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对，但没关系，现在要关注东哥的近况，还有一个管道就是收听我们的野球名人房。那第1集就是我们要邀请一个重量级的来宾，才匹配得起东哥，就是我们要邀请是人称棒球活字典中职历史大师曾公曾文成，欢迎。我们开心，我们3个人又可以再坐在这里了。毕竟我们也是前同事。希望以后也是同事。对，那曾公你要不要也分享？因为球迷也很想念你的声音，分享最近都在干嘛？据我了解，好像蛮充实的，对不对？那个刚开始东哥跟大家拜年，那其实我现在生活每天都在过年，每天都很爽。就是几年前陆续把公司交出去。交给年轻人，然后现在当然 Fox 的结束之后，对我来讲，我个人对我个人来讲也不是最糟的状况，因为时间多出来，就是我照我的节奏一直在等于是过生活，然后多一点时间陪太太。我想东哥应该也同意啊，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生活除了棒球还是棒球，家人这一块我们真的就是顺序上面可能都是最后。先有工作、棒球，然后可能为了一些生活赚钱啊，然后家人永远是最后。那现在是大概对我来讲是倒过来，家人第一，然后对，现在大概就是把步调放慢，然后过生活。对，就是现在以陪家人优先。像曾公也是跟太太一起去走苏花嘛，对不对？对，我现在就是最近在今天录这个节目的前一天，我刚从花莲回来，然后从苏澳走到花莲，然后之前我们一起学一点东西啊，学年轻人在玩的滑板啊，滑板，对，然后到处露营啊，然后就骑脚踏车从台东到花莲等等。曾公现在滑板练的，想办法要做跳起来的动作，可以翻起来。对，原地转是没问题的。我可以发现问一下一个问题吗？就是说，像你这个节奏放慢，是大概有几岁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个，才有这个念头？我认真讲其实是50岁，我真的认真开始运动。以前打垒球，有些人认为打垒球是运动，但我觉得那个强度，当时1个礼拜才1次。那垒球，东哥也知道，你可能一整天最后练到是练嘴炮啦。其实你上下来一整场比赛，可能一个球都会接到，你只是这边跑来跑去，然后
可能30-40分钟来轮到你打一次，然后你可能就打第一球，然后就没了。那接着下来就开始有计划运动，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人生到这个阶段，50岁以后开始有些朋友陆续走了，那就会还有亲人，然后我就觉得啊，其实好像突然觉得突然之间会觉得你好像。有生命的危机意识，就对。对，公阿北是安尼哈。对了，就是对，然后就觉得说，做什么事要赶快做。然后其实有些东西，比如说我徒步环岛也没什么目的性，就是这样走一圈，那就是这样开始的。活得更自在、浪漫的。对，确定是吗？对啊，应该是延续生命的。那东哥还有在玩棒球吗？玩棒球当然是会有，当然就像真公讲的啊，那一直不想要去面对，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年纪之后去接触到垒球啊。那当然你要，那当然这个年纪这部分就是你最大的考验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年纪了，不得不接触这个慢速垒球，因为慢速垒球只有我们这个年纪可以去这个参与的了。那当然就也有机会在有空的时间就是参与所谓的软式棒球。就是现在年纪也到了哈，去参加什么长青组的这个软式棒球。在录影前面，我听到你打长青组，你会不会太年轻了？对啊，你在里面是一定要不要再说了，我一直不想要去面对这个年纪，真的是已经步入到这个年纪了。我也不相信，我竟然在这个阶段能够接触到这个长青这个棒球。说一下你们球队有些什么人啊？吓大家。大前辈。其实目前应该说办这个比赛选手当中有很多都是职棒圈的这个退役的一个球员啊，像元年到应该是到10年职棒10年这一段时间的选手，应该都有去参与到这个长青棒球。江仲豪啦、杜福明啦，然后王俊啊。应该说我们这一队有这个比较让大家熟悉的球员，大概就是杜福明。像早期的这个味全龙队的洪振清，像这个同一狮队的叶福龙，还有应该说各位投手还有什么蔡旭峰啦。你们听到这个名字，如果你点头，就表示你够老，千万不要点头，你要假装你这是谁啊？应该他们不会点头，应该是有一些语气的声音说因为东哥不是说你去都还要就是跟大家。很久已经没有这样子，就是跟大家打招呼。一直不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长青组的一个比赛。可是当你到这个岁数的时候，那它有一个年次的一个规定。比方说像50年到55年的年次的选手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可是那一次的举办的比赛刚好就到我这个年纪。压线过去，你看压线蛮多的，还跨了2步了，还跨2步，对，压线再跨2步过去。那就身为棒球人哈，就一天不跟棒球接触，觉得可是现在身体就有点不舒服。打球心境不一样吧？那就是以那种我是主持人，那种拍水，那时候的心态比较不一样啊，就是以球会友。那就看看就老前辈啊，就跟他们打个招呼啊，那种共事的那一种环境就非常的特别啊，就觉得对我个人来讲蛮感动的。两位其实都是大神级的人物啊，相信在球迷心中就是肯定也是如此。但大神一定也有那种初心者时期吧，就是小嫩嫩时期，这么说应该也有啊。那时候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像真公可以跟大家分享吗？还没那么了解棒球的时候，你像刚刚我这样子，我就说，好像突然我变主持人，我那个有点记者魂，就会想要 follow 很多问题。然后我因为在1990年那个职棒刚成立，我是在1989年我们就开始在跑棒球新闻，然后那时候其实黄宗义的知名度其实在业余界就已经很高了，可是我们的专心的程度还是在职棒。不过刚开始都会觉得，嫩嘛，就是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你说刚开始看到曾志珍啊，后来看到郭盈志，就是郭盈志是从日本回来台湾，对那个中日队交流赛，会觉得，哇，这些都是电视上的人物，你都可以问得到，会觉得，还觉得很不真实啦。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就是慢慢的
就是一直累积。后来就是当然要去真实的在第一线访问做新闻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多，所以慢慢退出来，后来当球评等等。可是我觉得我们早年的，包括跟黄宗颖我们的感情，跟现在的媒体采访者跟受访者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后来就变成蛮好的朋友。像刚刚他提到这几位，你们不承认你们听过名字的人，其实我们都感情都非常好，私底下其实都还是有一点，就跟我们第一个话题一样，就是聊到后来就会觉得说啊，现在碰到以前老球员，你会觉得说。大家健健康康，好好活下去，然后感觉听起来有点悲哀，可是就觉得我们都现在就有那个感觉啦。对对，以前当然职棒大家都要拼成绩，都要彼此之间有一些竞争，甚至彼此之间甚至有一些互相还会看不起。可是现在大家都会放下说，其实到这个年纪，大家健康最重要。真公那时候是说，可能记者跟球员间会更多互动吗？对，我们其实还没有职棒，大概4年5年，比如说有职棒所谓那个签赌的事情发生之前，其实就我的工作的性质跟球员还蛮紧密的。我那时候先是跟统一，后来是跟那个兄弟，后来是跟俊国，我们几乎都跟他们住在一起啊。我跟那个黄宗义，我们是在俊国在 Okinawa 集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住在，没有睡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然后就会觉得你每一个晚上也没有网络啊，哪来网络，然后也没手机啊，你剩下就串门子、喝茶、聊天。他应该也说，真公那段时期应该是算我们俊国雄的联盟所派的一个随队的一个记者，对，因为编制是这样子的，联盟是它分成办比赛的中华职棒联盟，那另外有一个是负责行销的职棒公司，那职棒公司发行球员卡啦，然后还有杂志啊，那我们是属于职棒杂志的，那职棒杂志其实每一个球队，他为了要更专业，对，那更深入，我们每一队都要派代表，然后我第一年第一队是统一，然后拿冠军，然后再来是兄弟也拿冠军。我跑俊国的时候，陈一平也拿冠军，多高兴说啊，你来会不会得冠军呢？哎呀，原来冠军我8字还是不够。原来冠军是从后面算的。哦，其实我觉得真公那时候跟我们随队去，比方说在Okinawa 做随队记者啊，那当然我觉得他完全不是在看我们球员的整个训练的进度，充满可是我在看，那是看选手一些看有没有八卦可以爆这样子。真的怕什么八卦吗？没有啦，其实他给我们记录这个。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现在更不可能。那我们那时候杂志是半夜刊，现在是月刊。半夜刊你不太可能写太多战绩的事情，因为都是时效都过了。那其实是就是人物的专访啊，然后就比较有趣的。我还去过东哥他家，那时候访问，对，然后我对那个东哥他对那个球具的爱护，我印象蛮深的。对的，他不太，现在不晓得会不会，他以前不太让人家碰。现在我对我个人的生活就比较不喜欢让人家去接触了。对，有什么秘密可说？我只记得他以前那个手套不太让人家碰。好像很多选手都会有这个不让人家碰的这个习惯。对，当然现在两性平等的议题比较那个，事实上早年的比东哥他们更早，他们对女生碰到球具这种东西其实还蛮忌讳的。对，但现在应该比较对。真公去那个东哥家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的吗？东哥他们家就是东哥他们家很意外是，这个奥运银牌的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豪宅啊？是不是还 OK 了哈？还可以啦，这一般家庭啦。对。其实我跟真公最熟悉的那段时间，大概是我加入职棒的第1年。那时候也是我们俊国雄随队的记者。其实，在 Okinawa， 其实我对真公的印象比较没那么深，是他去台中来到我家做这个驻地记者之后，
那时候我就跟曾公有比较好的一个互动，那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其实他没有去到我家啦，其实刚好我在那个时间也有自己的副业，原来是第二个家哦，30年后解答，原来是第二个自己的副业，在我家旁边开了一家便利商店。对，那时候刚好就曾公也说那时候。不晓得结婚了没有？这带的是女朋友还是太太？完了！这个节目的第一集就要这样子吗？不过那就是他太太。我强调一点，当时没有一个记者在他眼里他有印象的啦，都是我们说黄宗义耶，传说中。请看着我，我是对每一个人都很诚恳的。传说中的17号。其实那一个去曾公来到台中采访，刚好我家的便利商店是17便利商店，非常好找。因为老板可能在忙于这个棒球工作，所以说对自己的副业、对自己的便利这个没有好好的经营就倒了。所以17，然后可能那个超商一起倒。没有，我就说我说我跟这个曾公的那时候一个渊源能够对。超商是借鉴你的那个便利店的，对，才会711。17不是7。刚刚曾公讲说是他有点菜鸟，年轻记者时期。那东哥有还记得自己还是微菜鸟时期的一些印象吗？菜鸟时期，因为那时候在业余时期就打过多场的一个国际赛啦，对任何的一个产业，因为司空见惯也不会紧张啊。其实对职棒这个环境也是一个憧憬啊。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我业余时期的时候，应该成绩这部分都比较稳定，想说应该有能力能够在职棒圈有一定的这个打出自己的一个实力了。可是其实选手哪一个没有第一次？其实加入职棒的时候也是很紧张，就算是你那一段时间准备了多少然后就下了多少的一个功课，其实在加入职棒的第1年还真的很紧张，很像小学生刚上课第一天的那个感觉。因为曾公刚有聊到东哥说他是很自信的选手，对，没想到我是比较容易紧张，然后所以说比较专注在球场上。不过他让你看不出来，而且他们那一次的新人很特别，是他们是2队一起进来，而且2队都是业余的好手，跟现在选秀陆陆续续进来不太一样，因为他是一整批，应该他们那一次新人王最后东哥没拿到，其实也蛮意外，因为他那一次的新人王应该是史上。未来应该也不可能最竞争的新人王，因为实在是同一批，他有2队一起进来，而且都是好手，而且大家最料不到的是，居然被曾贵章拿走了。应该说那段时间我新人王的一个呼声算最高，那也从那一次没有拿下新人王，让我体验到职棒的环境是残酷的。为什么？因为从加入职棒到进入到职棒，我第1年的尾端之后，我成绩都大概就是他3以前大概都是整个成绩、个人成绩都大概都在前3名。可是进入到最后1个月的时候，就要去做最后冲刺的时候，我整个成绩就跟跌停板一样，啪跳下去。那个时候曾贵章涨停板，我说在最后交叉了，对最后的一个新人王的竞争，他可能没有压力因为大家也不会看好，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以明星球员的姿态进入职棒。那黄宗义啦，亮米雄张耀腾、王光熙，太多人了，所以大家的张文忠啊，大家的焦点都在他们身上。反而他窜出来，他那时候我觉得蛮可惜。我们那时候我们全杂志社有办一个座谈会，要请他们来，我们都压他，我们全公司都压他，我也压我自己。对。曾公那时候的新人王是怎么选出来的？也是票选，票选，对。第1年、第2年还没有新人王这头奖，后来就是大家建议说其实撇开他们那一届，他们之前或者后面那几届都太好选，有时候真的2、3个人要竞争1个新人王，其实很好选他们那一届其实票人，对，他那个有点像马拉松最后10公里，他并没有，对，他没有跑好了，对。
东哥，对，我也觉得这样的对我来讲，在后续的在我的职棒生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就是要如何去维持从这个季初到季末，要如何维持稳定的一个表现。的确哦，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战战兢兢啊，包括你这个生活上啦，在球场上的那种态度都要全神贯注啊。对啊，职棒因为打太久了，跟业余不一样，一打一整年，所以我真的不相信你要靠天赋，或者靠了一些就是说啊，我都没什么练。人家说那个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哎呀，考第一名说啊，我昨天没去考，哎，都骗人哎。事实上，尤其职棒啦，没有侥幸啦，一整年100多场，对啊。那2位是怎么爱上棒球这项运动？因为我本身是还曾经很讨厌过棒球，因为我觉得是棒球那时候我爸很爱看，然后电视背景音就很吵，因为家有一个那个喇叭声嘛，然后那个打鼓这样咚咚咚。所以我们要换主持人嘛？没有，后来爱上棒球，我就觉得当时一度觉得棒球这么吵，然后我爸为什么这么爱看？就是2位是怎么爱上棒球这个过程？因为我是觉得说那时候我就觉得先找一队喜欢的球队还蛮重要的，因为那时候你就会有情感的投入，然后开始爱上这个棒球。那很好奇，曾公是怎么爱上棒球这项运动？我们40几年次到50几年次，应该对棒球来讲是童年的全部哦，或者说棒球跟布袋戏了。所以它当然，如果你要讲深入一点或者学术一点，就是棒球其实后来成为国族主义的宣传，包括92年奥运都一样，那是一个国家成功的象征。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能够参与棒球，其实就有一点像男生在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对的，那时候是全民在打棒球，然后在3级棒球那时候又非常热，所以很难不喜欢呐。对对对，它是完全生活的一部分。对，它是一种投射跟认同感，就说，你对这项运动，后来我们到现在为止，即使你不看棒球、不打棒球的人，也知道很多用词全垒打啦、安打，这代表是一个成功的象征。比如说你提案失败，你说啊我被3振了，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岛国上面其实是一个认同，从我们那一代开始，所以加上我父亲以前在他们公司也是有业余球队，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人家说留着棒球学，应该差不多是这个观念，但是你必须是要去喜欢这个运动，然后最后才想要从事这个运动，推广。我是指推广。后来我在进入职棒公司，其实也28、29岁，其实要算晚。对，转换跑道非常对，是一个风险。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人在呼唤你那样，就是觉得当时当然还没有结婚啊，就会比较敢冒险。我觉得如果你到了一定程度有儿有女，我觉得应该不会做这样的决定。对，就只能说是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喜欢棒球，没有特别一个时机点就是了。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运气很好啊。对，就是我为什么我从来不买乐透，是我觉得再给我中的太不公平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走到这个路，我觉得老天对我很好，就是喜欢棒球，然后刚好走，然后也感谢职棒也打了很久，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不觉得职棒会成功，不是说一定失败，但是会成功是个问号，所以能够进来，我觉得运气还蛮好。对，曾公的时候觉得职棒不一定会那么长久的点是不太稳定，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草创的一个。就是找了4支球队，它只是业余的延伸而已。然后其实很多的事情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但我相信洪腾胜先生大概没料到，第1个月就是，然后第2个月这样全岛就轰动，他大概始料未及。然后等黄宗义他们进来的时候，哇，那就是大大加分。我觉得他们拿到奥运好成绩也是绝对这个加分嘛，因为我们是1990年开始打，事实上我们是1988年，我们是3连败输在那时候首尔叫做汉城，连输3场，连荷兰都输，那时候荷兰并不好，
连输3场，那个真的是被骂到臭头。我们选在这时候成立职业棒球，真的是风险非常高。等到黄宗义他们进来，职棒4年他们进来之后，哇，那真的是完全就不一样。对，就刚好就这样起来。对。那东哥还记得自己怎么爱上棒球这项运动的吗？其实应该说小时候就对运动就有兴趣啊。那我们村庄大概所有跟运动有关系的，大概都跟棒球有关联啊。那在我小时候对家乡的一些运动棒球，其实完全不懂，也不知道。那时候也是很小，年纪很小，大概每当我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间被我爸爸叫醒，叫起来看电视。看了也看不懂，那时候就看电视上面就看一些什么大哥哥在电视上面这个运动就打棒球，我大概就是很自然而然就大概在小学大概有印象的年纪，大概就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有被这样叫起来的一个习惯啊。那刚好就慢慢长大之后，学校那边也有这个成立一个棒球队校队。当时在从事这个棒球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在我们村庄比较知名比较高的，像陈奕迅啊，这个王辉他们，那时候已经是算我们国内在少棒阶段跟青少棒都是相当有知名度了。就刚好他们陈奕迅他们那个时期，在全国比赛拿下冠军之后，然后去拿下总冠军之后，要准备代表国家去征战什么威廉波特跟什么远东区这些代表权。可是当他们拿下全国总冠军之后，回到花莲，他们还有游街的这样的一个盛况。那我们小朋友就很自然而然就看到，自己的学长在这个吉普车上面跟人家挥手，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就是偶像了。当然就心中就有一个目标啊，就是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坐在吉普车上，能够跟大家挥手说，能够代表这个国家能够打国际赛啊。那很自然而然就是从国小之后就慢慢就培养这个对棒球有兴趣。那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比较偏远，如果未来能不能顺利在升到国中或是高中，能够顺利的这个延续你的这个棒球运动这个项目，这个很难说。那个时候国小毕业之后，我大概有2个选择其实3个选择啦。那为什么3个选择？那第一个选择就是我这个祖父希望我在国小毕业之后能够继续读书啦，看能不能就能够变成这个当医生的一个机会。那个是我祖父的选择。那第2个选择就是我爸爸的一个选择，他希望能够希望我继续能够朝运动这个方面的这样的机会，就是那时候就选择棒球跟选择田径队。其实我在国小的时候也算是风云人物了，速度跑得比较快了，应该简单来说是过动儿了。过动儿了就我现在看他的身材很难想象。任何项目大概就是代表学校去参加，那时候大概选择是这个样子了。那医生是最后就放弃了。那这棒球跟田径这2条路呢，但我本来是要继续留在花莲从事这个田径这个运动，可是我老爸说，我也不晓得他的想法，他说希望能够，因为小孩子也没选择嘛，那就希望能够继续这个走棒球这条路了。那就毅然决然的把我丢到这个花莲以外的一个县市，那去这个继续从事我这个棒球这个运动了。不然台湾飞毛腿可能是东哥的称号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培养，并不是以这个应该说以跑步为主啊。是什么？应该田赛了，应该就是说标枪之类啦。我是因为那时候打棒球垒球投得比较远，本来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这个培养的。其实我速度也是很快啦。明白。2位其实看过的球赛，应该就是比我吃过的米还要多。那先问曾公好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真的很深的，例如说国际赛或是比赛？我本来是在想其他，后来我刚东哥一讲，我就有想到，这真的很有趣。东哥真的对他各项的技能，棒球技能都很有自信，包括他刚刚说速度。有一次他跟时报在屏东，他肯定忘了，他被带跑下来。他很生气的，然后我比赛结束，他肯定这件事吗？他就说，这件事我不知道，既然还叫找人
代跑，哇，他真的觉得受尽了屈辱。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说，哇，东哥果然是对他所有的事情都很有自信。他说，哇，找人帮我代跑。忘了那时候建国的教练不是，可能是韩国人，被换下来没关系，你说打不好就算了。对，是跑垒，我相信是韩国教练。哇，他们建国有一段时间是韩国教练，显然是不知道黄宗义是何人。东哥，你要不要回忆一下当时？他应该完全没印象你看我记性棒球记性算是好，而且屏东球场我都还记得。正宫跟我们那时候经过时期的随队这个记者证，就完全就是要记录这个东西。完全在记录。没有，我没有记下来。我自己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在球场上生气的一个机会很少了，我不会随便动怒的了。而且我觉得我比黄宗义更了解黄宗义，因为我们那时候职棒杂志有一期是他做封面人物，那应该是史上第一个是这样写封面人物。我去访问大概20个他成长的所经历的他爸爸所有经历过的人去谈黄宗义，而不是比如说记流水账啊，小时候他爱棒球啊什么什么的。所以那一次我对黄宗义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常讲说他能够成功，其实除了大家都成功的人共同的条件就是练得很多，他当然练很多，尤其跟着李来发。可是最重要，你要讲你要个国小的小学生就要被丢到西部，那个很难，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我在今天才说他是全台湾台语讲的最好的原住民，那个听起来大家觉得有趣，可是背后其实很辛苦里面，对不对？一个东部的小孩被丢到外县市，那个其实我所采访跟经历过的棒球选手，尤其妈妈，其实不太爱或者不太敢去看自己小孩子，因为第一个，对，第一个被骂到，尤其以前被骂到臭头，有的甚至被打的，所以他们会觉得真的是一块肉啦。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的妈妈，我不晓得其他怎样，但是至少我碰过的所有运动棒球选手的妈妈不太看那个，对，所以尤其花东的地区的小朋友很辛苦，非常辛苦。我再补充一下，其实我是我家唯一的一个男生，也是我父母亲期待大概好几十年就期待的一个，终于来临，对，一个小孩子。那我也不晓得那时候我父母亲的一个想法是如此了。那当然就已经隔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了，我们也不再去追溯这个了。其实，在说到这个语言这部分的话，真的要稍微简单的来去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我在接着下来你全部讲台语吗？也可以了哈。等一下，先把我这段故事比较没办法用台语表达的这些话哈，先用国语了哈。先用国语，因为在还没有这个离开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去外地读书哈。其实，在国小那段时间，连中文都讲不好了，都要背这个登记，可能就是讲不好的时候，可能就要去罚钱这样的那个阶段呢。然后我父母亲就下那么大的一个狠心就把我丢到外县市。其实我到外县市的时候，其实在国语都讲不好的情况下，还要去面临不同的一个语言，那怎么办呢？你说比手画脚，以为你可能这个讲话有一些障碍，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因为我们本身又不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12岁就里外这样子。的确是这样。对，那时候就大概我就学的地方是在台南。大概南部一般来去这个沟通的方式都是用这个闽南语。其实我那刚加入到刚去台南的时候，我真的是连听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包括在训练的时间当中，几乎都是用这个台语来去对话，我完全不懂啊。这个人家看往哪个方向走，就跟到哪个方向走啊。其实因为在这个情况下被环境所逼，因为你不得不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也不晓得，突然间经过了2个礼拜之后，突然间讲这个台语，突然间听得懂了，它是什么意思？那就在我印象当中，大概我1个月的时间，对，这个台语这个语言我完全听得懂了。原来我还是流着台湾的血啦。
因为就那个环境所逼了，就不得不适应环境，然后就慢慢去熟悉了。包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大概都是用台语跟人家做这个交谈或者是对话了。说落来呢，咱等下主持的时间交给朱启麟。哦，你搞海，就是真讲你刚刚有对东哥下面印象较深的比赛？你还是讲过一样。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啊？对于东哥，就是他手背范围真的很大，其实是对我们都知道，人会随着你的年龄，然后你各项你的速度会影响，但是他一直到2001年，其实就是即使是成为国家队，他的手背范围还是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一点，这一点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当然我没有很认真去研究，可是我觉得原住民在守内野的时候，通常来看，他的运力的节奏感的好看程度会超过所谓的汉人，他们口中的汉人，对，他们的节奏感，尤其这个黄宗义在守备的时候，那当然那是背后几千几万球练下来的，所以我以前写过一个故事嘛，我就说。他们那个王建朗到他们球队转队的时候啊，黄宗义说啊，他来守右外野一定接不到滚地球，因为他都会把所有球拦下。我说这个人也太臭屁了，但是他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人他讲过臭屁的话，他不会承认，但是我觉得他是对他自己有自信的。我觉得啦，就说我后来我自己在。跑三铁或者跑马拉松，对，一开始你就觉得啊玩漂亮的，可是你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对自己的成绩很在意。你希望有怎么样？对，所以洪俊，我相信黄宗义他还是因为他有很长时间去花精神跟时间在这个，所以他对要求当然会高一点。就是这也是意志力的来源。对，要有自信。那我先说，我对东哥有一个很印象很深的，当然就是代打。全垒打以总教练的身份，曾公还一定记得这个吧？那个是我在看电视，我并没有在现场。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那个时机点，对，所以对兴农来讲，我觉得那个几年的成绩也不是说在非常好，然后主要是人真的不够了。我觉得人那时候，当然很多人都兼过教练，兼过球员，好像王光辉、林仲秋他们都曾经过，但是他对，而且在那个时机点还能够打全垒打，那真的太神奇了，那个应该不可能再出现。你当下反应是什么？你不能这样讲，要换个话题。好，你说那时候总教练上来代打，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我想说奇怪，没有人了吗？就这样而已吗？对，我想说，哇，这真的是没有人。对啊，自己上去打。当然，你说其实像 Peter Rose 啊、古田敦也以前他们都兼过总教练，兼过球员，但是自己对，比较难得。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什么战绩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受伤的话，你还有很多板凳的一个选手在 stand by 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总教练名牌那家高啊呢？哎呀，我喜欢那选。对，可是听说他的内心的 OS， 听说是林中秋那时候想说，不然没人啊，你可以拍光来啊。其实这一段有一段故事了哈，就是说在那一天，那当然像曾公讲的应该我们球队伤兵的人数太多了，然后一般来说职业比赛。要当天比赛的这个登录的名单一定要达到25个，投手几个，野手几个，奇怪，千找万找，在这个仓库里面再翻，还是找不到人来去凑足25个，就凑到24个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看到黄宗义，林中秋，你这个林家就想说，中你。给他也在这登录吧 ，stand by 吧。我说好啊，竟然就找了一个名额，OK， 就那天就刚好有机会登录。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想说会上场吧？也没想过，只不过是凑到这个登录的一个人数。现在球迷很难想象当时时空，现在球迷就是好多人就是没有职棒可以打，然后二军也上不去，可是那个时候要凑人
都很难吗？对。就大概2页的这个白纸一翻的话，奇怪，怎么都找不到了。对，因为我就觉得2个联盟竞争，而且很多球员真的稀释掉了。对。因为像东哥刚刚讲，写是一回事，可是真正要派出去上场，那个应该也是有一个契机吧？你怎么会想说就派自己？我要上去了，也不敢排自己啦。刚好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这个我们的首席教练跟打击教练这样推荐的情况下，你身为总教练的，你当然就欣然接受了。不是波浪，一定要接受，你绝对不能讲说别赛好把人爬。那当然是有这个权利啦。可是，在当下，因为那种情况啊，最起码要卖肉的话，那我体积那个比较大，可以去争取这个出生球的一个机会啦。再就是。当然有这个实战的一个成绩啊，可能就站在打击区的时候，就可能给对方的投手有一点点的压力啊。那你自己压力也不可能不大啊，对不对？压力怎么不大？我压力不大，只不过是站在打击区，双脚是发抖的，就那种感觉就很像我在加入职棒第一个打席那种感觉。其实那时候的想法错综复杂，那时候就一个念头而已。就是想尽办法不被三振，你就想尽办法就能够碰到球，就算是被出局了，都可以接受。其实那个情况，在跟投手缠斗的那段时间之后，就很奇怪的一个念头，竟然已经最坏就这样子了，就勇于面对投手了，就勇敢跟他去面对。那时候在那个情况下也是透过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因为最后的一个关键就是2个好球3个坏球嘛。当下对方也知道我是总教练，也知道说可能这个总教练在这段时间也没有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直球的可能这样的一个球种可能他会跟不上。但我就抓到这个心理啊。当然，那我以我的一个经验的话，大概只要抓到投手的一个投球节奏跟他的球的一个速度的话，来去做一个对击的话，谁知道运气好？对啊，感谢老天爷能让我有这个记录。电影都不敢这么演，对啊，电影如果这么演会被骂翻，就觉得太扯了。除非这个电影这个制作人啊、导演跟这个主角应该都是同一个人，对啊，才有这样子了。不敢这么演，对啊，所以我才想问真公，看到的时候也不觉得。太扯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有 OS， 真的，连这样都被他蒙到了。是吗？真公是这样想，所以有黄宗义了解我。所以真公是不惊讶的。棒球也看很多啦，比如说1988年最有名的 World Series 那个道奇找一个掰咖上来代打，你想到也是2好3坏，他也是欺负他。快速球打不到，结果你看外角球就打那么远，然后比赛就结束，所以棒球真的没有不可能了。就是什么都有看过就对。真哥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看过，应该是通俗来讲，就是比较扯的情况的。比较扯，当然都很多了。可是如果你要讲全垒打，我觉得那个激励上面，我觉得应该是那个01年那个黄宗也在现场，就陈金锋打那个跟日本打那2支全垒打，他打全垒打之前还界外全垒打，我说然后那个日本教练还上来喊暂停，那个几个机会加起来都不可能再出现全垒打，棒呀还又一次出去，我觉得那个就是老天，对，棒球神是祝天母了，我觉得他就是送给台湾人一块那个世界杯铜牌，对，那个我觉得赛前你再爱国，你都会觉得日本会赢，因为日本那个是职业明星阵容那我们是2个联盟啊，老实讲只有中华职棒凑成一个明星队，对，所以很不容易啦，对。那东哥嘞？其实我延续刚才真公那个话题哈，其实呢，在01年那一年呢，我在住饭店，我跟陈金锋是斗港店，是住同一间。当然我们在有空余的时间，大概去跑健身房啦，或者找一些空地去挥棒其实陈金锋那一段时间呢，他那种心态就很沉静。那种压力啦，当然所有的一个角度非常关注这个陈金锋的整个表现就是说他能不能带领我们这个代表队拿下好的一个成绩其实，在那段生活当中几乎陈金锋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房间里面。那当然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了。那我们这边就是大概就是有机会的话，就大概就找个时间去增加自己的一个技能那金华龙博。
难道他是在房间挥很多的棒吗？你有发现他有什么小 paper？其实有啦，但不对外去表达啦。对啦，因为他是个人的一个生活啦，其实他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调整的方式啊。对啊，我觉得陈金锋应该伟大是在于他表现出来的成绩之外，他给他们的队友，我想多数还是球迷，就是无论如何没关系，我们还有陈金锋。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还有陈金锋，因为陈金锋几次这个重要拳打，那个黄宗义都在现场嘛，所以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更深了。感受很深啊，还压力蛮大的，因为他都打第3棒，我打第2棒。决定是1分拳打还是2分拳打？因为压力更大，心态不一样，你知道吗？以前在自己母队的时候不管你担任什么这个棒式，你都想要有一棒击毙对方投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当国家队的时候，当你知道是你后面是这个曾文成或是陈金锋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念头：上垒。没有，后面是曾文成的时候，他心想：那我还是打全垒打，他应该收不回来。就一个念头就是上垒，不择手段，不管是对方失误也好，或是安打也好，就保送也好，就一个念头就是上垒。出呢就交给他，就这样子。对。可是是不是也是曾公以你的观察到，是不是真的这样个性的选手，真的是打得会比较好？你说陈金锋吗？对，或者是比较内敛的。我觉得他的美国职棒的历练应该是有差，然后个性啊各方面，他就是那种这个打席失败又不是世界末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沉稳的个性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呢，我觉得我有看过很多好选手，尤其投手啊、打者，侵略性很强的，企图心很强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啊。对，因为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成功的选手 SOP， 那棒球真的太容易了，因为条件不一样，然后你的对手不一样，然后你可能甚至你跟到的教练、球团不一样，都决定你能不能成功。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对。好，那今天要感谢曾公抽空过来跟我们聊聊，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聊够，对不对？球迷应该也还听不过瘾，所以呢，如果想要继续听呢，就要收看我们第2集的野球名人房。那我们现在这边呢，跟大家说拜拜哦，拜拜。